今日變咗兒童樂園啦，冇所謂。Hello， Hello， Man 叔叔，我係樂樂，之後係英國住。你好啊，我聽到你話你叫樂樂豬。好，聽下啲留言先。Hello， 我個名係叫做希利，我住喺英國，同埋我支持 Spain。Spain， 咁啊，恭喜你啦 ，BB。OK， 呢個時候聽大家留言先。我係琴日個樂樂豬。Hello。之後今日我想英格蘭贏3-2。OK，BB 都估波啊，而家。好傷心啊！英格蘭領先一球就唔應該咁保守，應該要再擺大啲個頭入多球啦。不嬲都守得唔好，同埋咁多高佬都唔夠阿根廷啲人頂，又唔掹緊啲人，咁啊抵輸啦！希望阿珍喺決賽對西班牙踢場好波啦，唯有我哋英國人有時會入 Bank Holiday 啦。好慘啊！係有得放假喎，原本話贏嘅話 offer 係戥你慘啊！不過咧，你話要擺大個頭入多球就好難嘅，但係起碼唔會即刻變陣，擺到明就你攻我啦，我守噶啦，而家開始。當時應該仲有半個下半場，水 break 之後啦，差唔多係嘛？換人嘅時候太早啦。